呢個業主而家極善啊，而家呢套房啊，狂降落嚟10幾萬啊！上個月都係30幾萬，而家20幾萬攞落嚟啊！當時業主買落嚟120幾萬啊！呢個真係虛死啦業主啊！而家目前嘅託管啊，呢套房可以10年通能平溫啊，無遮擋海景，樓下就係沙灘。而家係託管啊，84平啊，拎包入住，所見即所得啊！紅本製售即買可以即住，你買落嚟度假養老都非常好，位置非常好，配套旁邊乜嘢都有吓，配套成熟啊，2個洗手間啊，南北通透啊，非常對流啊，打開門風口大啊，洗手台乜嘢都做好俾你。紅本製售70年審期啊，明水明電啊，而家真係執樓價，總價29.8萬可以拎包入住啊！有興趣直接用我10年銀吞真姐睇樓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